照这个宝龟子啊，伊想要保护树仔嘛，对吧？安尼恁敢有啥物想要保护的物件咧？我想要保护的物件是台语。树啊鸟，是树啊，无都错掉啊！安尼台语有拄着啥物危险？无人讲，你要死啊！所以一个语言若是无人讲，伊就会安怎？会死去安尼呢，对无？安尼实在真唔通，甲卡电扭起来，互本土语言自然精神。安尼吼，即个语言会当复进的目标是大家拢会晓讲，事事项项拢会当讲，吼，四季拢会当讲。厝甲树啊，拢爱顾。大家幸福做阵行，